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開始同大家分享嘅係 Artistry 嘅精華系列。首先會同大家分享嘅係呢一支雙重玻尿酸維生素 C 嘅精華，係適合任何膚質，無論你係乾性、中性、油性定係混合性嘅肌膚，都可以帶俾你保濕、提亮、緊緻同抗氧化嘅功效添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佢有咩成分啦。佢入邊嘅三重玻尿酸、白奇亞籽、甘油、維生素原 B5、神經蓋胺、草本植萃成分有紫蘇籽油、月見油、葵花籽油，可以做到保濕。精純維生素 C、深葉櫻桃維生素 C、人參甘草酸鉀、維生素 E 可以做到抗氧化。二勝肽同八勝肽可以幫你撫紋抗皺，尿酸素鎮定抗敏，卵磷脂加強你肌膚嘅鎖水力。呢一盒就係超級精華啦！我哋而家一齊開嚟睇下佢入邊係點樣嘅。佢入邊分別有呢一支三重分子玻尿酸同埋呢一個新鮮嘅維生素 C 粉末。入邊會附帶一張貼紙，你寫低開封嘅日期。首先將呢個玻尿酸嘅滴管扭出嚟先，然後將維生素 C 嘅粉末扭落去呢一個玻尿酸嘅樽裏面，然後將上面呢個白色嘅按鈕按落嚟。大家睇住呢一個粉末將會喺個樽裏面跌出嚟㗎。大家見到呢個白色嘅粉末就係新鮮嘅維生素 C 粉末，然後將呢一個扭翻出嚟，再將滴管放翻入去，將佢搖均勻。玻尿酸同維生素 C 嘅粉末將會融為一體，呢個就係超級玻尿酸維生素 C 精華啦。平時洗完面、搽完爽膚水之後，就可以將呢一個精華均勻咁樣搽喺你嘅面上面，只係需要將滴管上面呢一個按壓到底，放手，然後滴管裏面呢個份量就啱啱好係一個全面嘅份量。日頭搽佢咧，記得一定要搽翻防曬喎。俾大家睇下佢嘅質感係點樣啊？係一個分子好細、好剔透水潤嘅精華嚟嘅。大家可以睇到佢喺我手上面流動，只係將佢輕輕咁樣抹開，就可以好均勻咁樣，令全個面都係一種好保濕嘅感覺。佢不單止可以令到你緊緻、保濕、提亮，係一支全功能嘅精華嚟嘅，質感係好清爽透薄，仲好快吸收添，只係需要幾秒時間，已經完全俾我隻手吸收晒啦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，聽日又再同你分享另一款嘅精華。拜拜。